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传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传中央将向受疫情影响的藏人提供援助资金；司政洛桑桑格呼吁各界为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展开烛光守夜活动；宗教与文化部为感染新冠病毒往生者举办为期1周的祈愿法会。在中共监狱中遭受酷刑的西藏前政治犯相续不幸离世。美国参议院将对2020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进行讨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5月7号，藏人行传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通过藏人行传中央2019新冠病毒紧急援助基金，向大约1000名印度各邦境内的藏人定居点的贫困藏人，以及因2019新冠病毒疫情封锁措施而被困在各大城市中或因此而失业的藏人，每人发放5000卢比。共计500万卢比的救济金。救金将向那些因2019新冠病毒疫情封锁措施而被困在各藏人定居点以外的印度和尼泊尔各大城市中的藏人，以及因此而失去工作、无力担负每日所需和房租费用的藏人提供。目前正面临困境的任何藏人都可以向藏人行传中央2019新冠病毒紧急援助基金申请，救济金由各自所属的定居点官员审核后发放。此外，司政洛桑桑格还宣布，达赖喇嘛尊者因藏人行传中央嘎夏和全世界数百万信众的祈请，将于5月16号和17号传授佛法，并指出他还向达赖喇嘛尊者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详细记载了所有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离世的藏人和患者的姓名和详细情况。此外，司政洛桑桑格于上周五5月8号主持了卫生部下属2019新冠病毒特别防疫工作组的每周例行会议，并安排了特别工作组的适当行动计划。在当天的会议上，鉴于藏医药对人们在心灵和健康方面的益处，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前私人医师次汪丹增的建议下，特别防疫工作组将为全世界的藏人，特别是生活在疫情高风险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藏人分发药物，用于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疾病。与此同时，司政洛桑桑格还于本周一5月11号，在卫生部长瞿琼汪秀和隔离中心医师的陪同下，视察了隔离病房和该中心防疫工作。司政洛桑桑格在视察期间指示驻扎在隔离中心的负责人和医护人员，为防范未然全力做好充分的防疫准备。此外，为纪念藏传佛教第2大宗教领袖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当局劫持失踪25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传中央将于5月17号举办网上研讨会和烛光守夜活动，纪念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25周年。司政洛桑桑格近日在关于班禅喇嘛失踪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5月17号是班禅仁波切失踪25周年的纪念日。25年前的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由西藏境内扎西伦布寺和中国政府成立的第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寻访小组组长恰扎仁波切提名的更登却吉尼玛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司政还呼吁世界各地等藏人和信众，以及班禅喇嘛的追随者，在5月17号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纪念日当天，观看藏人行传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当天晚间7点举行的网络研讨会，并在各自家中展开烛光守夜活动。
此外，对于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劫持失踪25周年的问题，包括各国援藏团体和国际人权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遭非法监禁的藏人政治犯。对此，英国国会议员兼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议员蒂姆·劳顿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国际人权组织捍卫第11世班禅喇嘛的自由，并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他进一步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给予西藏人民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同样，立陶宛共和国议会议员、立陶宛议会支持西藏临时小组组长安德鲁斯·纳拉卡斯博士致函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努鲁达先生和外交部长纳利斯，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和可靠信息。纳维卡斯博士在信函中批评了中共无神论政权操纵和未经授权控制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完全不尊重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包括延续数百年西藏特有的转世传统。另外，15名瑞士国会议员在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前夕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共政府施压，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及他的家人。鉴于在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传播到世界各国，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社区中有为数不多的藏人遭感染，其中多名藏人离世。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专门为因感染2019新冠病毒而离世的藏人和罹患这一病毒的患者，以及因疫情而身心遭受伤害的人民，同样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早日消除新冠病毒而展开为期1周的祈愿法会。祈愿法会的全部费用由藏人行政中央承担，不接受外界捐款。另外，据西藏境内的可靠信息，曾在西藏拉萨参与抗议中共非法统治西藏而遭当局判刑8年的西藏前政治犯次仁巴珠，因在服刑期间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获释后身体健康状况极度不佳，最终于4月26号在拉萨的家中不幸离世，享年51岁。与此同时，曾于2015年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藏历80大寿，遭判4年徒刑的西藏东部色达县前藏人政治犯僧人丘基，由于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虐待，这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于去年初被中共提前释放。然而他获释后因重病缠身，并向中共当局申请至拉萨接受治疗，但他未获得当局的批准，因此他于5月7号在家中不幸离世，享年43岁。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于5月14号讨论了对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修改建议。今年1月28号，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这一法案是自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推出以来，美国政府有关西藏的最全面的政策法案。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